嘅行動啦。咁係啦。咁我哋成個城市繁華城市嘅背後咧，其實有住一班勞苦功高嘅工人嘅，佢哋每日帶住汗水甚至鮮血咧去付出，佢哋付出佢哋整體嘅努力咧去維持成個城市運作。但最令人痛心嘅係，有唔少嘅工人甚至要去到犧牲佢哋嘅生命，去以犧牲嚟成就我哋今日所享用嘅一切。1996年4月28日，國際社會正式將呢一日定為國際工傷紀念日，去紀念一班因工作而犧牲生命嘅無名英雄。呢件事我哋提醒咗成個社會，職場安全佢從來唔係淨係一個口號，而係對生命最基本嘅尊重。我哋亦都要為受傷嘅工人同遺屬爭取佢哋應有嘅公義同埋權益。喺香港，我哋亦都唔可以忘記，每年都有幾萬人因工受傷，更有超過200幾人係因為工作而失去佢哋嘅生命。我哋工業傷亡權益會一直以嚟爭取將4月28日定為香港法定嘅工傷紀念日，希望用呢一樣嘢嚟去紀念一班為香港工作而犧牲嘅工友。去到今日，我哋已經堅持咗第31年。我哋呢31年嚟都風雨不改，而我哋今次亦都再次嚟到政府總部，去懇請政府正面回應我哋嘅訴求，重視每一位勞動者嘅付出。而今日除咗有我哋工權會之外，仲有一班受傷嘅工友同埋殉職者嘅遺屬，而我哋聚集喺呢一度，係要一齊向呢一班為城市奉獻一生嘅工人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咁而家我哋有請我哋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倩文女士為我哋發言，唔該。各位朋友、各位工友、各位家屬，一件事爭取咗超過30年，代表啲乜嘢呢？我哋仍然喺度堅持緊，即係代表我哋認為呢件事好重要。但係同一件事，我哋爭取咗30年都未有得到正面嘅回應，究竟係反映咗啲乜嘢呢？係咪官方認為呢件事毫無意義，定係微不足道呢？今日企咗喺度嘅，除咗工權會，仲有我哋嘅工友、佢嘅照顧者同埋遺屬，佢哋都係負住佢哋嘅身體嘅傷痛，佢哋帶住佢哋屋企人離世嘅心情嘅悲痛嚟到呢度出嚟同我哋一齊堅持，因為我哋好同意，我哋亦完全好尊重一啲為我哋建設我哋城市而犧牲嘅工友，為一啲保持我哋整個社會順暢運作而喺佢工作期間不幸犧牲嘅工友，佢哋全部都係有名有姓嘅。我哋需要成立工傷紀念日，樹立工傷紀念碑，呢個絕對係意義重大，因為呢個係撫平緊家屬嘅傷口，亦都係表示對工友嘅尊重同埋肯定，可以俾我哋公眾去隨時憑吊，呢樣嘢係意義非常之重大嘅。喺上一年度，我哋工權會處理咗、協助咗同埋記錄咗有110宗嘅死亡意外，係我哋近年有記錄以嚟最多嘅一年。而我哋喺今年1月1日到而家，我哋亦都處理咗32宗嘅死亡意外，咁係反映咗呢啲意外仍然不斷咁發生緊。我哋除咗職業安全上面要再加把勁之外，我哋喺尊重悼念上面都應該俾佢哋一個位置嘅。我好希望下年唔使再出嚟，我好希望我哋工友同埋家屬下年都唔使再出嚟，因為咁樣其實反映咗政府已經積極聆聽我哋嘅需要，聆聽我哋嘅訴求，亦都以佢嘅行動去正面回應我哋呢個長達30年嘅願望。多謝各位。喺每一件意外嘅背後，佢代表住嘅係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工友，佢面臨住唔同嘅傷。我哋係要去做呢一樣嘢，係嚟去好好去紀念住佢哋。而呢啲嘅傷痛對佢哋嚟講，就算點樣做都好，都唔能夠彌補到。所以我哋強烈要求政府正視428工傷紀念日，肯定勞動者嘅犧牲，成立工傷紀念日。樹立工傷紀念碑。咁而家我哋有請我哋嘅謝欣然幹事啦，聯同工傷工友 Keyman 同佢太太以及殉職者遺屬徐爸爸一齊朗讀我哋嘅工傷宣言。
們是一群工傷傷亡者的同行者。我們見證過有工人因工作受傷或染病，令身體以至心靈受創，甚至造成永久傷殘，不復當年。亦有人因職業意外而失去親人摯愛，在飽受生離死別的煎熬之餘，還失去家中依靠，前路茫茫。我們看見香港每年的職業意外數萬宗，而當中更有200多宗死亡個案，數字一直沒有明顯下降，而未被呈報的個案更不計其數。我們亦看見僱主視法例如無物，置工人的生命安全及健康於不顧，只能獲利。不問良心，違例僱主往往逍遙法外，就算受到制裁，實際亦只需付出幾萬元罰款就可以了事。難道工人嘅人命和尊嚴、社會嘅公義僅此而已？我們傷感，因見到工人不能復原的身體，也見到無辜失去至親的家屬，看見他們對未來的絕望和無助。但更令我們悲憤的是，傷病工人和死者家屬非但得不到尊重，還被人在傷口撒鹽。不少工人提出工傷索償時，受到僱主和保險公司多番責難和侮辱，獲取應得嘅賠償變得好像乞討一樣，甚至有遺孀帶着子女與僱主結會面，商討恩恤善後安排，卻被敷衍對待，甚至拒之門外。工人和他們的親人都是為建設香港而付出了貢獻，犧牲了健康，甚至生命。難道這樣就是香港社會報答他們的態度？我們這一班工傷傷亡者的同行者，希望藉着這份宣言，嚴正發表我們的3大要求：尊重、保障、安全。我們相信這3項要求都是既簡單而基本的，亦是回應因貢獻及建設社會而犧牲受苦的工人所必要和必須的。成立工傷紀念日，樹立工傷紀念碑，還職業死傷病患者尊嚴和認同。好，我哋今日會帶住我哋嘅鮮花，而呢啲鮮花亦都係代表住我哋對犧牲者深切嘅悼念。而我哋帶嚟呢一座嘅臨時嘅紀念碑，亦都反映咗一個好無奈嘅事實，就係我哋至今仍然未有一個體面嘅地方去正式追思呢一班城市嘅英雄。所以我哋今日，我哋唯有將呢一座簡單而沉重嘅紀念碑帶嚟政府總部，為佢哋送上最後嘅敬意。而除咗我哋嘅紀念碑之外，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哋亦都帶住一啲嘅紙殼，而呢啲紙殼裏邊亦都帶住我哋好多工傷工友嘅心聲。紙殼象徵住祈願同埋祝福，而工傷者帶住自己自身嘅傷痛，去用呢啲紙殼嚟去悼念呢啲離去咗嘅工友，同埋亦都祝願留低嘅遺屬。所以我哋今日將呢一份心願帶出嚟，係要令社會大眾看見佢哋嘅掙扎同埋盼望。所以我哋而家有請各位，我哋可以手持我哋嘅鮮花，可以先為我哋因建設香港而喺工作中犧牲嘅工人低頭默哀。好，翻喺後邊，我哋。好，
我哋請手持我哋嘅鮮花，我哋低頭為呢一班無名嘅英雄默哀1分鐘。好，默哀完畢。成立工商紀念日，成立工商紀念日，樹立工商紀念碑，樹立工商紀念碑，成立工商紀念日，成立工商紀念日，樹立工商紀念碑。樹立工商紀念碑。咁而家我哋有請各位，我哋向住呢一個嘅工商紀念碑獻花。訂立工商紀念日、樹立工商紀念碑呢一個簡單而直接嘅要求，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社會教育。我哋期望住成個社會真真正正去重視職業安全，而呢一樣嘢亦都係教育緊我哋每一個崗位、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守護大家嘅健康同埋生命。只要政府佢真正重視生命，佢真正認真改善我哋嘅職業安全環境，加強佢哋嘅監督，完善成個制度，先至可以阻止到悲劇嘅重演，真正令香港成為一個文明安全嘅城市。依家我哋有請蕭倩文總幹事、遺屬徐爸爸以及工友 Keyman 兩夫婦一齊同政府遞交呢個嘅請願信。好，信嘅，交信嘅。成立工商紀念日，成立工商紀念日，樹立工商紀念碑，樹立工商紀念碑，成立工商紀念日，成立
立工商紀念日，樹立工商紀念碑。樹立工商紀念碑。成立工商紀念日，成立工商紀念日，樹立工商紀念碑。樹立工商紀念碑，成立工商紀念日，成立工商紀念日，樹立工商紀念碑。樹立工商紀念碑。今年係我哋工業傷亡權益會響應428國際工商紀念日嘅第31年，我哋再次懇請政府盡快回應我哋嘅訴求，正式將4月28日定為工商紀念日，並喺市區嘅多眼處設立工商紀念碑，請讓呢一班喺工作上面默默奉獻甚至付出生命嘅工人一份應有尊重同埋肯定。多謝大家。咁接下來就我哋總幹事蕭倩文女士同埋徐爸爸就會喺呢一度會接受大家嘅提問。